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郑雅珊，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议员林义正伫每一次的会议当中，拢相当关心亚太棒球场的建设进度，尤其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流标3摆，这次第4摆招标，预计伫11月23号就要开标。议员希望进度莫阁拖延落去，那么将袂赴2019年世界小棒比赛日期。尤其关系到台南是毋是会当取得世界小棒比赛的永久举办权，所以伊希望市府尽全力早日完成。东西市内青的市长，甲咱国际棒总争取3届，2015、2017、2019。迄阵争取的时阵，就信誓旦旦讲，咱有一个专门的、专属的少棒球场，是安尼讲印的呢。结果第1届无法度袂赴，连第2届2017其实就按算讲应该是会赴啊，因为2017嘛无法度，无法度，咱真做担忧，是毋是连2019都无法度？安尼其实讲，咱对国际棒总嘛做老亏的。咱毋茫讲这3届办了好，咱其实会让永远取到这个。世界少棒锦标赛 WBSC 而且永久举办权，我感觉2019去拍若无材料伫新的球场比赛，我是感觉永久主办权，我看咱免想啊。工期阮已经从360天本来360天改做480天。当期部分阮这个预算有提高，大概加个5000万另外就讲，阮有叫伊检讨这个设计，像咱厝顶伊本来是安尼，这折线较密。阮叫改较平，改较平的时阵，迄个料材料的数量就较少，所以比较当然阮即阵是积极咧这个邀标当中啦，所以应该是希望会当过啦，阮嘛应该是看这边若伫这11月当发包，预定12月咱就会当开工，大概是明年后年的3、4月就会当完工。议员认为，现在台南棒球场毋但场地不足，硬体设备嘛老旧，造成立场观赛的人潮也变少，对台南职棒球团同一赛的经营也造成真大压力。所以要求市府一定要积极完成亚太棒球场，为台南留掉同一赛。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根据农业局指出，农路的认定就是3米以上、6米以下道路。对此，议员王景德以安南区北安路3段295项为例，表示这条路的头仔是4米宽，但一直到后面煞愈来愈宽，变成10多米，造成道路维护只做到6米宽的所在，只做一半。议员认为类似的情形在安南区相当普遍，要求进行检讨。伊的农路超过6米有够多啦。对。特别啦，叫恁出来会勘所以你等于爱交代好好好。毋通6米的，较要承认，无6米的就毋承认咯。好。即摆杀个公所讲，迄个农路毋是迄个道路啊，公务局讲迄也毋是计划道路啊。这我甲交代清楚迄一定有一个单位来负责啦。是啊，一定我今仔要提出遮。平常时咱拢是公所这边车来圣公来维。当然，前者单位要有确定。至于这个资源比如讲保有的资源工的资源，这个另外来拍算。但是这个前者单位一定要确定。毋通透过公所透过公务局透过农业局。另外，安庆国小棒球队过去拢有袂歹的成绩，但长久以来拢是甲民间借用练习场地。对此，议员王景德伫进前的会期，就不断向市府建议利用文小52用地起棒球场，但到今已经流标5摆。教育局表示，会后会来检讨流标的问题。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李文正伫总质询当中指出，台南市是一个水岛城市，有真好的潜水条件，但并无潜力发展，非常可惜。
以杜拜水上计程车的概念来建议市府，会当利用白雅、船啊等各种水上的交通工具，来带动周边区域的观光甲休闲活动，促进地区的繁荣。咧自然生态、人文，这河川河流啊，互因会当去亲近咱的环境，这就是上好的一个这个环境保护嘛。当你今仔日咱连李林溪都毋捌去到这个李林溪佚佗过、参观过，咱连咸水溪上游伫倒一搭，咱都毋知影，咱都毋捌去佚佗过去。安尼的时阵，咱要安怎会当来疼惜咱的这个乡土？所以这个观光局的局长，伫这个方面，你是毋是有法度做这方面的一个拍拼无？一定。现在运河大概在今年年底前就一定会可以开航。那已经有的台南的小船跟管筏已经有6家业者都已经通过核准，所以在不同的埤塘水库或者是溪流也都有一些服务。那我们就继续来努力，希望可以推动有更多的业者可以加入。议员强调，现在的法令对着海上休闲活动有真大的限制。建议将法令放宽，来全面发展海上活动，以带动安平甲群戏湾的发展。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因为现任民进党团总召李退之个性担任农委会副主委，所以党团由代理总召林义景宣布日前改选3场的结果，由5届资历的议员曲丽丽担任总召，由郭清华担任干事长，林志典留任书记长。林义会长对学了曲丽丽的能力真强，建议神力女超人来形容，被带领党团继续传承创新。高嘉会中代理市长李梦燕甲议长赖美惠嘛亲临见证，除了监督市府大步向前，捍卫市府的重大政策，也希望有改革有突破。这次非常高兴邱丽丽议员来担任总召。那这个尤其这一段时间是我刚接代理市长刚好到昨天满2个月。那么我们希望在未来这1年多的时间，能够在邱丽议员的这个带领协助之下，市府还有很多的重大政策，以及原来赖院长所规划的重大建设，还需要再持续的推动。那我们希望未来这1年多，不只是我们请邱丽议员还有议长跟党团继续的来监督市府团队，我们不能因为院长离开就螺丝就松了。大家要继续，我们要事务团队要继续上紧发条。我个人身为一个议长，那在非常时期，我会以党团的成员来做这个呈现。但是我还是要对我们民进党团做一个肯定。我想除了我们政策性的捍卫之外，我们应该是用着一个非常理性，然后为了整个大台南市整体的发展，包括捍卫我们所有市民所有的福祉，我们一起来加油努力，期待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让我们的大台南市未来能够更好。在党团成员甲市长、议长的鼓舞之下，曲丽丽接任总召，面对的是明年市长甲议员的选举年。对伊来讲，将近20年来，虽然经验能力丰富，不过毋捌担任过党团干部，嘛是真大考验。所以公开呼吁团结组织的民进党是上界要紧。我从政20年，我没有担任过议会的任何的干部，这是我的处女秀。那么，我想明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因为2018市长跟市议员3合1的改选在即。那么，台南市议会的民进党团不仅是要为这个执政党的这个政策来把关，那甚至于也要担任起我们各区议员的这种辅选的工作。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一个团体作战的一个政党所以我想今日起到明年选举日为止，我想台南市的民进党团跟赖美惠议长我会在赖美惠议长的带领之下我跟郭清华议员、林志展议员
我相信我们要担任起摊扣的角色，把我们台南市议会的民进党团扣得更紧。大家在里面可以有个人的考量，但是我相信一个团结的政党一定可以大无畏的力量去对抗在野党无理的杯葛。一般三长经过党团内部会议决定，任期是1党，你嘛将需要拜访国民党团甲无党联盟进行交流。台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伫咧提出南区3万景、安平区3万景以后，接下来到安南区，也发表了安南区要进3万景，要来打造安南区的绿色交通网络，串联滨海观光，同时借由推动绿色山林，要来提升公共设施，打造更加吸引人的台港景色。陈廷辉也表示，只有长期了解安南区的陈廷辉，会当将安南区这个地区同时保留传统，甲创造新的气象，这两者做到上好，也到平衡。对于这块土地有很多的感情，而且从淹水，然后从所谓的宗教文化，甚至从所谓的一个观光，我相信安南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有科技，它有农业，它有渔业，它甚至也有商业的发展。所以我们怎么把它整合，能够将观光、文化、产业聚落来带动起来，然后甚至把所有的绿能科技能够一并纳入，这是我们未来3个愿景当中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的文化，台江文化中心，其实台江文化其实是安南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台江文化，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棒球村是运动体育，再加上我们未来在整个这个河岸的规划、绿能的规划，甚至我们所谓的整个点线面的串联，都是我们在安南区我们实地要去做的。安南区接下来的亚太国际棒球村、台港文化中心、屏马电台影视园区，陈廷辉表示，拢是要发展的重点。陈廷辉的理念也受到济安南区的乡亲支持。接下来11月12号，安南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将估计会有5000人，甚至较济乡亲到场小听。互陈廷辉对通过党内初选这关，感觉信心满满。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杨段开车门啊！杨段是开车门，杨段是开车门，杨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台南市政府日本丹北长凤行程副市长张正元4号上午特别前往位伫咧宫城县松岛町的圆通院拜访庭长樱井公一，甲当地观光协会会长吉田优子特别亲自迎接。除了透过导览了解历史，当行的风景嘛是圆通院的一大特色。只要民众伫咧当天进前来，就当看到台湾看袂到的美景。円通院はですね、非常にもみじの紅葉が。说到圆通院，它最代表的就是它的红叶的景观，然后在东北地方可以说是最好的赏枫叶的地方，然后希望说可以更多的台湾朋友可以到圆通院这边来看枫叶以及日本庭园的风景，那欢迎更多的台湾朋友到圆通院来。圆通院的山林走道原本两边拢有日光透袂入来的大树林。
不过6天前，311东北大地震受到大海啸的侵袭，互规片的树林拢必须要重新开始。为着要互松岛天地区对地震的伤害当中恢复，庭长引颈公益，特别趁着这届台南市政府参访机会，向民众推荐有超级海景的天然景色，以及来到这爱食松岛的海鲜料理。秋にも深まってまいりまして、松島町もですね。松岛市的名产是他们的牡蛎，然后接下来11月开始就是松岛的牡蛎越来越好吃的时期，尤其是11月23号，他们会举办松岛牡蛎的祭典，然后在那之后牡蛎越甜，希望大家有机会来这边吃。台南参访团前往历史建筑物五大堂参观的时阵，也拄好拄到来自台湾的旅行团，因也做伙翕相来记录下这美丽景色。来，请他比个赞好不好？除了松岛美丽景色以外，台南市政府参访团也来到宫城县相当知名的酒厂参观，看因经过13代无变的技术。这支酒是宫城县当地产的酒，然后用的材料都是宫城县自己的，然后味道跟香味、香气都非常不错。希望大家到宫城县的时候有机会来品尝这支酒。我们今天来参观这个虎峡清酒厂，他们的清酒呢味道非常的顺，非常的好喝。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少喝一点。其实，这间酒厂在日本311东北大地震时阵，也受到海啸的伤害，如今也对灾难当中重新站起来，再度经营，打拼，走向未来。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地价税将伫咧11月份就要开征，缴纳期限是11月1号到11月30号。市府财政税务局除了提醒民众会当到一般的金融机构缴纳以外，买当使用已经注册的健保卡、甲自然人凭证线上查缴税，用电子化的方式进行。同时也结合大台南地政事务所、监理站、区公所等等所在。互民众会当有较侪所在、较侪方式去缴纳，甚至条件若是有符合，阁有分立期付款的分期付款方式，要来减轻民众负担。是11月1号到11月30号，已经开征啊！11月初1到11月30，希望大家袂当一定要记得，不要忘记缴。除了到银行。甲是便利超商缴税以外，但是便利超商一定爱是2万块以下啦吼，所以到超商缴税非常的方便。提醒大家，邮局是袂当缴，另外用信用卡或是晶片金融卡都可以在网络上查税缴税。当然也可以用 ATM 来缴。最欢迎的是办转账纳税，直接扣款，安尼就不会忘记了。因为咱即马地价税是比较104年有增加，那条件是只要比104年的地价税额超过5万块以上，都可以分6期来缴纳。这条件很简单，也很单纯，只要甲阮申请就可以了。要甲大家提醒的就是讲，那办分期付款以后，只要有一次没有缴，那剩下的余额就要全部缴清。再次跟大家提醒，只要一次没有缴，就要全部缴清。除了呼吁民众爱按时缴纳地价税以外，市府财政税务局嘛希望有较侪民众会当利用电子转销甲电子凭证的发票通知，兼用一寡纸，会当更加环保。给人减碳，爱护地球环境。台南新闻网只好采访报道。市府经发局为着要带动火车站周边的经济发展，今年开始积极辅导商家成立商圈，结合时尚、文创、传统这3大特色，要来展现出站前商圈多元的消费环境。为着要聚集较侪买气甲人潮，更是举办顾雪拍2017台南站前商圈的购物节活动，推出消费指点好礼3点送，要来回馈予咱的消费者。
站前这个地方呢，年轻人常来的这个地方呢，把它整合一个商圈来共同发展。那我记得这个地方是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吴米勒的故乡天寮郎来这边呢补习都见过这个地方了那小时候呢，在这样的一个长大过程当中，发觉最热闹就是这里。那当然时代在变迁有一些移转，但是现在呢，我们希望又把小时候那种传统再拉回来。我们希望呢，成立这样的一个站前时尚商圈。谢谢我们一局长还有团队，还有我们科长，大家给我们的很多支持跟帮忙，我们才有今天商圈的成立。整个台南站前商圈呢，是我们台南市的交通枢纽，所以呢，我们的火车站、我们的百年驿站是在我们的站前商圈，我们交通非常的便利，商业也非常的发达，所以这个商圈呢，是我们台南市很重要的商圈。相关的购物节活动将伫咧11月11号到26号来举办，民众只要消费满额集满10点，就当换一张毛彩券，奖项相当的丰富，上界大奖也有汽车会当抽，民众在把握这个机会，将好礼带回去厝内。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区新闻，我是林阿珊，咱再会。